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神，将我们的心摆放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相信这是非常有福分的。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感谢赞美主，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的仰望，求神的灵就与我们众人同在。不管是在实体或者是在观看直播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依然放在主你面前。我们相信主你作王的生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经历主。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甚至将我们的心摆放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得着有感恩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要活出赞美神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再次摆放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以慈爱引领你赎回的百姓，以能力带领我回到同在里，每时代跟随，不偏不离弃，专心敬拜你。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命令风吹起，命令雨停息，永永远远掌权。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呼求中，你淹没仇敌，永永远远掌权。我们再次对主说：耶和华作王，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你作王，你作王，直到永远。耶和华，你作王，你作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你作王，直到永远。耶和华，你作王，你作王，直到永远。我们对主说：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命令风吹起，命令雨停息，自永永远远掌权。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呼求中，你淹没仇敌，永永远远掌权。我们呼求你，呼求你，我的主。哈利路亚！耶和华，你作王，你作王，
直到永远。耶和华，你作王，你作王，直到永远。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感谢，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尊荣神，让你亲自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做王，成为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意谦卑来领受，愿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向主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用行动来回应主。当你的生命，神让你的生命能够有片刻能够存在这世上，我们的心就要时时刻刻充满感恩的心。我们用奉献来归荣耀给神。你可以将你的奉献的金钱找就近的教会，帮助那一间教会，祝福那一间教会。我们相信不仅是祝福，也是让上帝更多的丰盛的恩典祝福在你身上。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将我们所奉献的金钱要为主你所用，求主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相信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要成为馨香的活祭，也能够在这世上学习做祝福的工作。求主你继续丰盛我们的产业，透过我们所奉献的金钱，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也让你的国度透过这些金钱能够做最好的运用。主啊，谢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奇妙的工作，特别在我们的身份上，我们需要重新来思考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每位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同在，都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做基督徒为什么？身为基督徒一定有他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我说身为基督徒是什么，那你更需要去思考，身为基督徒进入另外一个身份，叫做上帝儿女的身份。甚至如果你做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你也必须要思考到你如何去感受到上帝是你慈爱的天父的上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思维跟角度，因为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不见得了解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很多时候就算你知道了，你也不知道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真正去了解感受到上帝是你慈爱的天父，那么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你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真正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你会更明白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功课，期待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如何恢复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曾经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位牧者，他在非洲在教导主祷文的时候，当他讲到一个主题叫做慈爱的天父的时候，当他在教导这个慈爱的天父父上帝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了解，甚至连牧者传道人也不是真的了解。当他在教导如何主祷文的功课当中谈到上帝，我们天上的父，这个父是一个慈爱的父，是充满慈爱的父。有一位牧者就在那当中就开始流眼泪，开始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这位宣教士就对这位牧者说，就说你为什么而哭啊？难道要明白天父上帝爱我们那么困难吗？他说是的，没错。他带着眼泪，然后说非常的难接受，因为他没有感受到，他不了解为什么天父那么爱他。原来这位牧者，他回想起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多么的苛责他，甚至非常的严厉鞭打他，而导致让他感受不到父亲是位慈爱的父亲。
所以牧师其实蛮深刻的了解，其实在亚洲地区的众教会，甚至地方教会，甚至不信主的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个男性弟兄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男性弟兄，特别难感受到上面父亲的那份慈爱。为什么？也就跟这位牧者一样的经历。各位弟兄姐妹，天父上帝的慈爱是无条件的，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所带给我们的观感。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上帝要我们认识这份信仰，接受这份充满救恩的福音，我们需要先去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身份应有的生命态度。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把旧有的那个传统的包袱撇弃掉，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得着那自由释放的生命。 Ame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管你做什么样子的态度的工作，如果你不把你那个旧不好的行为、不好的习惯的方法改变掉，那么你没有办法真正自由的好好的去接触新的工作，接触新的挑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要重新恢复到上帝这个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过去自己的老我，甚至过去旧有的家庭习惯、不好的观感，你必须要先撇弃掉，你才能够接受上帝作为你的慈爱的天父。第二个，我们必须清楚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孤儿，因为没有一个人，如果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孤儿，很孤单，你没有办法体会得到，来到上帝面前是不孤单的。来到上帝面前，来到教会里面，你如何敞开，那是非常难的。所以你必须要清楚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孤儿。我来到教会，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就不是孤儿，我是上帝的儿女。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都是我的家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二点很重要。第三点，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是被爱的，被饶恕的，而且是被无条件接纳的。所以很多时候，牧师都非常鼓励教会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对待每一个你不熟悉的教会朋友，每一个你所接触的陌生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当你要向他传福音以前，你必须要告诉自己，我要能不能去接纳一个我所不熟悉的人。这个动作会给对方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约翰一书第3章第1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各位弟兄姐妹，未曾认识他。什么是认识他的人？认识他的人，就是他必须要明白上帝是何等慈爱的上帝。阿们。如果你没有明白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你怎么说你认识上帝？难道只有认识上帝他赐了独生子耶稣基督给你吗？不是的，你必须要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因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救赎我们的罪。这是他的计划，这也是他要带给我们生命转变的大能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世上不认识主的人，不认识我们基督徒，不晓得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女，甚至他们也没有办法明白自己也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真的要努力去传福音。传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身边朋友，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曾经有一位现在已经在做老师，这位老师他分享他从小学习的经验。他在小时候，他本身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家说不是读书的料啦齁，但是对他来说，他也知道考试不及格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那甚至呢，他也经历过很多在考试上很糟糕的经验。
那一直到他国中第一次基测的当中，他拿到分数，他知道他的分数只能够申请到私立的高职，但是呢，他的家庭因为他是一个单亲的家庭，他知道他必须要拼到一个公立的学校，才不至于让他的母亲非常在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他非常熟悉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能够帮助他。所以他向上帝祷告说：“主耶稣，如果你是真神，求你让我在考高中这件事情上来经历你，让我重新认识你。”所以第二次考试当中，他的成绩果然出来以后，他非常惊讶的超乎他的预期，进步40分，甚至连他学校的老师跟同学也都跌破眼镜。但是他知道，是他的上帝帮助他经历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在外人来看是惊讶、跌破眼镜，但是对他来讲是经历到上帝无比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甚至当他进入高中，这位老师他明白，上帝透过写给他的情书，就是圣经，让他越来越明白，原来爱他的上帝是创造上帝的主宰。不仅让他认识他，也经历上帝的能力，将新的生命要赐给他。所以让他明白到，原来上帝透过这样子的经历，告诉他，他爱他的方法是透过耶稣基督钉死他在十字架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位林老师，这位老师，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数学一次考试当中考10分，只考10分。他非常难过的对上帝说：“我是不是很笨？为什么尽了力读书还是这样的成绩？”他非常清楚的听到上帝跟他回答说：“孩子啊，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你考几分，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你爱你的孩子如同上帝这样子在爱我们吗？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爱彻彻底底的改变了这个老师，让他的生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总晓得上帝对他的爱并不会因为他所经历的困难而减少一丁点的内容。所以当他经历到上帝将这些特别的好的赐给他，让他明白到原来他必须要好好的看待自己的身份跟价值。上帝供应他一切所需，他明白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将他的所有的时间，甚至很多的心力，都将上帝摆放在第一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他需要打工的时候，上帝安排很合适的老板来主动联络他，甚至让他在1个礼拜做不到10个小时的工作里面就赚到了生活费，甚至也帮助他在考试前，他也清楚知道他不能够缺少聚会，在考试前他依然聚会，花时间关心人，甚至让他成绩越来越好。他考到他该考的证照，也让他经历到原来上帝是那么的爱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恢复上帝跟我们的关系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明白恢复自己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是何等的重要？刚刚我们看到圣经节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认识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哥罗西书3章1节到4节。这一段圣经节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哥罗西地区的这些信徒，鼓励他们要防范那些异端的主义的人，用花言巧语不断的在吸引他们、诱惑他们，教导他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话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今天的圣经节教导我们，信徒跟基督的关系是一个生死的关系。既然是生死的关系，也就是之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必须要背起每一个人自己的十字架，这是一个生死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跟基督是一个生死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重新得着那重生的生命。如果有了那重生的生命，自然就有所谓的什么生命的关系嘛。所以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来到教会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不要把你的来到教会当作你只是为了求好，你只是为了得心安，不是这样的。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听上帝的话，亲近神，那份关系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只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是朋友的关系，也不单单只是外面的关系交往而已。实际上那是一个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也一同合而为一，同一的生命。那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你也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同复活，同得着那属天的福乐。所以今天的圣经里面，在第3章第4节3到4节里面说什么？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因为信了主，与主合而为一，同死同复活，我们就应当要跟这世界上的一切不好的东西，也要把它隔绝掉。那才是真正的与主同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求上面的事情，而不是继续在求世上。我们要怎么样得着那更多的富足？不对，我们要得着的是生命的富足，我们要得着的生命的改变。有一个故事，当一个飞行员他在飞越这个阿拉伯的沙漠的时候，当他降落在绿洲，然后在那边做加油，当他加完油重新起飞之后，他开了一段距离，突然间他听到有一个声音，也就是在抓咬这个飞机的车壳的声音。那我们晓得飞机上如果飞行员他听到有这种声音的时候，他会非常紧张，因为他知道有可能是某一个地方有一只动物，它在对它的电线这个线路在做破坏，所以他非常紧张。他了解到这对他的飞机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就将他的飞机往上加速，往上飞，一直飞到一个距离，一直到那个声音不见了，他才慢慢的找到他的地方，确定的地方，能安全着陆。他发现里面有一只沙漠之鼠啦，所以在那当中呢，他非常清楚知道他安全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是这故事教导我们一个属灵性生活的一个故事。当我们的灵性时时刻刻向上，在亲近神，在跟上帝做交流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自然应该把我们那个欲望不好的事情也要把它根绝掉。雅各书4章8节说：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神的话告诉我们，亲近上帝的人，上帝就必亲近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当求上面的事，我们不要求世上的事。世上的事也会求啦，牧师不能讲那么绝对。我们会求世上的事，但是我们求世上的事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有荣耀神的作为，更有好的见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做神喜悦的事，是要让我们在世上的事情能够荣耀主。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在哪方面哪里得罪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旧有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是与耶稣基督同复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否也感受得到重生的生命是带来祝福的，而不是更多的唠叨，更多的埋怨，更多的自责，更多的咒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学习，更多的亲近主。我们一起来观看一段影片。这次的火箭不仅飞行控制技术独步全球，从研发到组装，更有90%以上都是 MIT 由台湾制造。而幕后团队前瞻火箭研究中心成员超过50人，横跨6项人才。准备测试倒数3、2、1，开始。这支火箭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的火箭导航控制系统。目前各国研发的混合式火箭发射之后，都会像充电炮一样，无法自行控制飞行角度。不过，这支火箭却独步全球，将类似卫星载具的控制系统设置在里头。如此一来，不仅成本低、安全性高，还能够控制火箭的方向。前瞻火箭研究中心是由现任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在2012年所成立的跨校研究团队。除了阳明交大的师生之外，还包括了清大、成大、北科大等6项人才，涵盖领域涉及了通讯、飞行控制、微粒和材料力学等等。目前团队有5到10名的专家学者，以及超过30位的研究员，超过50人的团队日以继夜在实验室里头撰写程式、组装测试，共同打造台湾学界的自制火箭。在执行这个计划里面，除了钱很重要之外，第二个也很重要，就是人的部分。对，因为其实每个人其实都有负责专精的一个努力，但是要如何让这么多人把自己专精的能力把它整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通过这一次的发射，我们来证明了说，台湾民间学校单位其实有一些研发的能量，可以来做这些事情。那不一定是要透过军方或者是国外专业的厂商才能做到。更特别的是，这次的火箭从设计规划、制作到组装，95%以上都是 MIT 由台湾团队一手打造，从零开始，靠着自学，甚至是模仿，完成了自制火箭的梦想。人家做的不一定是我要的，那人家没有做的不一定是我不能做的，那所以就会，当然也是要参考别人怎么做，毕竟学习本来是从模板开始嘛，然后看了例子以后再来开始做。我们常说火箭是一个梦想的一个代名词。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尽量使用台湾现有的一些零组件，或者是我们台湾自己研发制造，因为这样就表示，其实我们台湾是很有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就只是差有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的差别而已。不过，要建造一支火箭可没这么容易，从材料到人力成本，总经费就高达6000多万。扣除科技部补助的2000多万元，为了补足剩下的经费缺口，2团队更在2021年7月发起了群众募资。没想到，最终有7125人响应，募得超过2500万元。也就是说，这支火箭是聚集了众人的梦想以及力量，共同完成。让他们可以一起去跟我们一起去追寻这样的一个梦想。那发射的成功，当然也代表的就是这是我们进入太空的可能第1步，或者是说第2步、第3步这样。努力超过10个年头，完成了上百次的火箭测试，如今终于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射升空，让所有成员们倍感骄傲。我自己也见证了参与台湾的太空科技发展的一部分一个里程碑。因为我是软体开发者，所以我的城市码飞上天，有种就自己感觉很骄傲、很感动这样。当我们定了一个很难的一个目标，然后真的去执行，跟着一群人一起去执行，然后一起成功发布的那一刻，其实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未来只要火箭顺利升空，便能够用行动向世界证明，台湾的太空科技产业也能够一飞冲天。更期待能够早日写下台湾太空发展的光荣时刻。各位弟兄姐妹，台湾
导航火箭，这个前瞻火箭研究中心，这个故事让我体会到，其实上帝非常期待我们专心思考上面的事情，而不是单单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忙碌，而忽略了教会福音性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单单只是教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把福音的工作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部影片里面谈到，他们如何研发到组装，团队日以继夜撰写这些程式组装测试，他们共同打造台湾学界的自制火箭，甚至他们也重视钱，他们也知道钱很重要，但是他们更说到人更是重要。每一个人都不同的领域，专业领域，可是他们却透过各项的领域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他们透过自治，透过合作，甚至透过模仿，来让更多的不可能而成为有可能。里面他有一位弟兄讲到，人家做的不一定是我要的，那人家没有做的不一定是我不能做的。那我觉得从以上这段影片里面，我也一起在思考，当我们建造一个亲近神的教会，我们一起就像搭载着这个火箭的载体，我们要往那个梦想起飞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个亲近上帝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火箭？难道不就是一群研究生命的需要，透过祷告合作经历神的教会吗？我们也知道钱很重要，但是人更重要，不是吗？靠自己不会成功，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透过学习，如果我们觉得传福音不容易，那我们就学习，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其他的教会，有复兴有增长的型的教会，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跟参考，相信我们参考人家做的不一定对我们有用啊，但是当我们愿意学习去参考，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共同去营造一个属于大桥教会共有的文化跟教会观。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要去做才是重点。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必须要去恢复上帝所要给你的这个儿女的身份，让你明白你如何来荣耀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搭载这个梦想的火箭，我们一起聚集我们共同的梦想跟力量，相信上帝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信耶稣得着的是份能力，信耶稣所得着的是份盼望。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为主而活。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求主你将你丰盛的恩典赐福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恢复神儿女的形象，让我们一起领受生命得着重生救恩的丰盛的恩典，也让我们学习更多喜乐的盼望，来将这份宝贵的福音传扬出去。谢谢主，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同心的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宝贵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扶持，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Amen。愿主带领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经历神。